亚洲股市今仔开盘，并欧大股落1564点，收伫40039点。外界关注国安基金护盘，财政部长强调会搁再观察。前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的这场霸凌案，监察院以13-0通过弹劾，专案移送庭开法院审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AM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这股市的消息。讲到这亚洲股市拜三本地开盘是要来变反弹，不过1点钟过后呢，有关是落落去，韩国就落5.98%，那日股呢是落930点。那讲到咱的台股呢，有甲4万点收掉的，落1564点，收伫咧40039点。那有119间是落到前方。还有讲到这最近的台股一直咧落，就立委问起国安基金护盘的问题。财政部长曾翠云今表示，会继续关注国际情势和台股。无受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4.49%的影响，拜三阿国开盘就开始抢悬，可惜气势挡无久，指数开始落车。韩国收盘落5.98%，日股跌930点，收伫61434点。台股是表演4万点的保卫战，加在尾盘小可收缩，惊险收伫40039点，跌1564点，创下历史上第7大跌点。假设他们释放出来的语气是目前的通膨还是明显高于2%，那需要比较大的力道去让通膨回到2%，那这种会被解读为中性偏向鹰派，那这种论点的话，就容易造成指数的更进一步的下修。照专家的分析，这礼拜台股的走势要密切观察国际大事，大先是美国联准会召开7月 FOMC 利率会议，若是会后的谈话中性偏软，市场反弹力量大。另外，包括微软、Meta、苹果甲亚马逊拢要公布财报，若是比预期较好，对着市场恢复信心拢有帮助。最后是南韩，提早伫拜五收缩单个 ETF 监管有关基础保证金。国安基金的幕僚是持续的关注有关股市的一些动向，以及相关的金管会如果有相关措施，它的一些成效。因为最近台股出的拢是清点起跳，国安基金敢要进场，搁要观察。统计拜三上市规盘停大概是119间，成交量放大到1.08兆，三大法人继续卖超317.57亿。拜三除了团产类股起，其他族群普遍拢较弱。关达股台积电收盘是2200块，跌80块；联电、旺宏、邦电拢是跌停。有法人讲，最近盘面有几若支股票跌停。预计夜对进行可能会出现断头的现象，账面上的亏损不断的扩大，你看到不止损不行，你再把股票卖出来，下杀的这个过程里面，散户的操作有可能就是被迫断头或者被迫卖出。学者建议讲，用操作信用入场买股票的民众，要注意违约高挂的风险。好友讲投资不是稳赚的，都要好好事先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真出名的电信业者一通韩国华逼出偷装 GPS 甲人跟踪，搁背面仲会告资。检方怀疑讲，这告资可能内面有这国安人员含政治人物等等的消息伫咧内面。那这新北地检署去敲也约谈创办人赵伟军因爸囝等10名被告到案，先后赵伟军以300万交保，伊后生150万交保，另外要4个员工奉声。有没有宪兵给中国人？收红钱吗？面对问题，直直海头，国华电信创办人赵伟军有真侪关系企业，一通电信嘛在内。检警查出两间公司毋若共用外部人员，涉嫌非法追踪监视，如今佫牵涉到国安风波。有觉得委屈吗？是蛮热的。经过透明互信以300万交保，赵伟军打出地检署，才拖几个字，就搁点毋讲话。检方这波行动发现涉案的电信社有收14万受理一单婚外情案件，互人指控伫追踪的对象车卡违法偷盗 GPS。这个在法院上是稳定被认定说，他有一定有触犯到妨害秘密，也就是因为它造成了说，可以完整的揭露你的隐私，就是你去哪里、生活作息等等，这种可能会是包含到个人隐私的这个行动。经过大规模的搜查，毋若掠赵伟军，拢总10个人拢互人约谈。伊的后生嘛伫名单内，先后交保150万，另外阁有4名员工互人升压。经过检警进一步的追查，意外发现案外案，为一名经理的通讯软体对话，查出伊为着趁钱，涉嫌出卖台湾人的个资互中国。
来到涉办业者的公司无营业，毋过检方怀疑非法交易的个资，真有可能牵涉到国安甲政经重要人士的资讯，初步会向妨害秘密、个资法等等的罪嫌侦办，后续无排除可能会以国安战机来侦办，目前搁咧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昨有公开一张咱的海巡署的台北舰，也有一个美国海岸防卫队远洋巡逻舰美国特号做伙出现的相片。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就回应讲呢，美国理解台湾是台海唯一的执法机关，而且国防部后礼拜就要进行汉光演习咯，要甲这海巡列入去内面。有学者认为讲呢，美台透过实际合作来反制中共铺设地带侵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大动作，而北京罕见伫人面前抛出台湾海巡署巡航救难舰台北舰，还有美国海岸防卫队远洋巡逻舰美国特号，伫同一张相片内底出现，两只军舰编队航行。AIT 表示，美台互相合作，包括搜救、海洋资源保育、打击非法掠鱼仔、拦查海顶毒品走私。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强调讲，美国理解咱国是台海唯一的执法机关。台湾、菲律宾、澳洲的海巡单位呢，已经强化彼此的合作。在过去这几年来，不管在日本海、在南太平洋、在南海，都有很多呢合作的项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中华民国主权、保障渔民权益、提升海域执法能量及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国际合作。真拄好的是，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后礼拜举行的汉光演习，内底重点演练的项目都有反封锁护航，而且甲海巡纳入去操演内底，进行兵士甲战士的转换。海巡甲国军会合作演练物资接收、清点、转运甲护航。根据学者观察，美国透过具体行动，甲台湾的海巡合作，强化台海在内的第一岛链防卫，反制中国铺设地带的侵略。中国想要刻意的在第一岛链扩大它虚无的这种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岸防卫队以及 AIT 就是把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合作展现出来，用意就是力挺台湾的海巡，还有第一岛链的这个开放跟自由的航行。有关咱国民众去中国失去联络的人数，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2024年，咱国差不多有277万人次去中国。陆委会通报失去联络的，防留伫遐调查，也有防限制人身自由的，拢总有55个人。也若去年是323万人次去中国，通报的案件成长4倍，有甲221个人。今年顶半年去中国的有184万人，到7月份为止，通报的案件有126个人。2年过落来，累积的通报有402个人。可能不够周全的资讯，或者是蓄意堆出来的一些风险的时候，当国人忽视了未来真的有风险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陆委会就变成放羊的孩子了，不会有人在乎或者是重视我们陆委会所发布的一个警讯。这防通报的402个人内底，互中国关押的有216个人，开设诈骗案件的有134个人，刑事案件的有58个人。宗教案件的有23个人，国安案件的有1个人。南亚立委廖先祥甲陆委会发声，讲有关去中国的风险，资讯若无够完整，莫咧遐直直喊。也若区随正回应讲，中国一直招咱国民众去中国旅游，却无提供人身安全的保障，政府有义务提醒咱国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前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的这场霸凌案，监察院以13-0通过弹劾，专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这弹劾内容有指出讲，杨振宁故意把颜慧欣绑起来，要压迫一寡人员，互大家唔敢有意见。杨振宁本人表示讲呢，若阵管理了伤过严，伤害到同仁，伊表示遗憾，也讲会配合司法调查。杨慧欣是我们办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们都很难过啊。而且在他生命之间，我们都有很好的互动。前行政院经贸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因为涉嫌工课场霸凌，经过行政院的调查，认定霸凌有成立，总统府遂发布总统令，甲伊免职，7月7日生效。就算杨振宁已经声明2届，否认有霸凌的情形。监察院讲，4月2日立案调查，7月17审查会以13-0通过弹劾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怎么看监院弹劾杨珍妮？有跟他联络过了吗？他目前有悔意吗？还是觉得他也是清白的呢？目前政务人员的防霸凌机制完善了吗？
行政院透过声明表示尊重。根据监察院单核案的文件指出，杨振宁几届以冒犯性的话公开否定江慧欣，而且调降弱化伊的角色甲参与的程度，亲像调降不爱提供协助的卡手予伊，也有调高伊排除江慧欣参与台美关税谈判实体讨论，嘛真事上用高压、用威胁的管理模式，伫单位内底，互大家全安尼有意见嘛唔敢讲。以上种种明显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相关的规定，事情明确而且情形严重，应该接受处分。杨振宁回应讲，严格管理地属当人心内无爽快，绝对毋是伊的本意。除了感觉遗憾，嘛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希望找出真相。迟来的正义绝对不是正义。杨振宁到现在没有悔意，也没有道歉，事后还批评行政院调查报告的不公平，搞经贸办匿名串联，更在免职后依法照领月退俸。卓荣泰作为经贸办的直属长官，没有注意到严慧欣的求救讯号，更好像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真的叫家属情何以堪？监委叶大华甲王丽珍嘛表示，透过这个案件，甲行政院发声，应该重视政务人员霸凌防治机制，而且规个检视经贸办公室登记的定位、卡手的运用，也有任务编组常态化的现象。行政院回应讲，院长已经伫去年决定增加6个详细文件，加强谈判甲政策协调的内容，会参考各界建议，持续改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这拿来乡公所27开始呢，到各社区普发这3600个生活慰助金。不过乡民发现讲，领慰助金的现场呢，确实有人伫咧分这乡长竞选连任的分选品，有人认为讲安尼先做行政无中立。即马这地检署也要调查咯。民众排队要领生活慰助金，一个人一人领3600。拿来乡长也会甲每一个领到钱的民众做阵翕相。现场工作人员分水烟给民众，验过水烟的包装底下顶头有乡长老资源的竞选广告。没有在里面发，确实是没有在里面发，就是还是都在外面，大家都在外面啊。对，都在外面。虽然分选的时阵，规个过程拢互人翕来，验过乡长也是否定。云林县拿来乡公所自7月27开始分做3阶段发生活慰助金，而到伫咧林中国小的教室内面分。领生活慰助金拢会摕到文产品，有人认为行政无中立，不可以的。这样选举以选举来讲，这行政不中啊。在法令的权限以外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接受。毕竟有一些人他是希望大家能够多认识他们。虽然现场也有其他参选人也伫咧分竞选广告，不过有人是伫校门外口分，有人伫教室外口分，敢若乡长伫咧教室内面分，云林地检署会调查是毋是违法。利用发放生活慰助金之机会，已有不明人士在场发送某乡长竞选文宣，已有违反选举罢免法案件。本署获悉后，林秀明检察长极为重视，立即指示由云林县调站尽速收集相关证据，以厘清是否有违法之余。导资员解释，可能是当人脚受伤，行路无方便，将文产品暂时放伫咧教室内底。入去提出来时阵，互民众误会。伊讲规个分的过程拢有录影，希望大家莫想伤多。记者综合报道。中年油脂生产的沙拉油卖予这福寿福部泰山这3间厂商，搁再分予其他的厂商去。因为这为福部也捌讲过是南桥自主检验了后通报，不过南桥也防即期讲延后通报，互人处罚。而到呢，这南桥发出声明，讲对福寿油罐车油含这倒入去油造油拢留样本，检验了后，却发现讲这2批拢是无同款的反应，随甲福寿讲啊，也想袂到呢，福寿到当时拢无回应，会要求因爱来回实的，也爱赔偿。伫各大报纸刊登半版的声明，而到南桥油脂针对问题油品的代志做澄清，认为因家己是主动通报，祝贺台北市卫生局以延前通报动发。因除了强调绝对无安看，也甲目标指向福寿，讲今年4月初八买油时阵，对福寿油罐车产油口取2罐留来，也照规定甲拍入去油槽的油品留样。结果5月13照期检验时阵，油罐车留的样超过标准，油槽内面的原料油煞合格，要求福寿爱说明原因。为什么这个
当时抽样的部分会超标，我们第一时间就有请这个福寿公司予以说明这个理由，因为福寿公司它提供给我们的检测报告都是合标的，所以我们是请福寿公司说明，但是福寿公司到现在都没有说明。南桥讲，因有随向复习反映，到即马对方拢无出面处理甲道歉，因是严正的谴责，并且要求道歉甲赔偿一切损失。对这件代志，复仇事业伫咧新闻部采进前暂时也无做回应，赶快要求要有明确的原因。台北市卫生局再发声明强调，卫福部对油为什么有问题也无做说明，对有风险下架中炼油品也是有疑虑，有怀疑就袂使上架。卫生局持续于市售通路进行稽查，确保不符规定之油品已确实下架，生产者应尽速依闪法及食品及其相关产品回收销毁处理办法提送销毁计划，并完成销毁。台中市政府讲，若有怀疑就应该全面拢下架，所有一寡产品是袂用配合重新排起的检定。我个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依照食安法的规范，尽到监督的责任。这次的卫福部报告，它是提出材料跟制程出问题。所以，如果中央可以在材料跟制程上把关，尤其它的制程要监督的话，可能就会减少发生。台中市长罗秀元讲，台中市稽查员的业务真多，那中央会当对业者的材料加制程加强把关，食安事件就当减少。也希望中央会当检讨决策机制，赶紧修法，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行政院核定总经费3521亿外的高铁烫宜兰方案，拍算伫咧2037年的时阵来通车。就小党指出讲，这款评内面白纸黑字已经写讲高铁袂当完全解决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伊也质疑讲，政府开遐尼侪钱，敢真正有效益呢？那行政院表示讲，按照法规会公开相关资料，互民众了解计划的内容。高铁烫宜兰案是台湾重大的交通建设，行政院伫7月23核定通过，总经费是3521.75亿，拍算伫2037年通车。前行政院政委张景心就指出，像官方公布的经济1本比才1.1，就代表投入1块才产生1.1块的效益，实在无啥价格。伊认为建设应当会当创造更较大的公共利益再来做。人口产业有增加无，产值有增加无，等等之类的，爱做这个评估啦。这评估一个数字的叫做 BC ratio， 就1本比。这1本比啊，这个计划伊目前评估出来是1.1。1.1的意思是讲，这个计划是及格边缘尔啦，吼。及格边缘，伫我过去的经验内底就是不及格啦。有小党就指出，款评内底白纸黑字写讲，高铁袂当完全解决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宜兰人嘛认为高铁对市区塞车无帮助。小党质疑政府开遮侪钱，敢真正有效益？嘛认为计划的相关经费、交通效益，抑个规划天数拢有疑虑。我花了3521亿，平日的车只有少了3.1%，假日少6.8%，也就是说100台车里面只有7台的减少的那个数量而已。连假我们都塞了30几个小时的国5，盖完高铁之后一样是这样子塞。技术监察院伫今年5月有针对高铁烫宜兰案公布调查报告，指出这项计划完全无做独立可行性研究，相当批评高铁案相关工课无做完整，因要求行政院要公开核定含计划基程，抑个经费等等，把计划核定的内容讲好清楚。那行政院这边会依照规定，请交通部跟铁道局依照我们的文书作为规定如果应该要说明的就好好说明那应该要让各位民众清楚的资料我们也会公开出来。行政院是回应讲会按照法规来公开资料，嘛要求相关部会赶紧说明，让民众更加了解计划的详细内容。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科技公司需要的 AI 和雷虎科技提高伫咧东港太平湾进行无人船 AI 自动监测，透过 AI 自主判断任务分工合作。无人机若阵发现讲科技的目标，就自动监控去甲伊抓落来。那这雷虎科技的董事长就表示讲，若准备来提升咱的国防能力，赶快需要充足预算来支持。
红色的目标船从入去警戒范围内，两台无人船发觉了后，随船头加紧速度跃过去，对伫红船边啊，一直到离开。这两只无人船是美国的小 AI 公司使用自身开发的 AI， 装点雷虎科技的海沙号无人船面顶执行任务，伫东港大平湾的内海，针对台湾四面环海的状况进行自主巡视监控的任务测试。这个软体呢，可以帮助我们的执行者，就操作者，很简单的去定义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给这个指令之后呢，我们的系统就可以自主的去判断该怎么样去执行这个任务。美国公司表示，因开发的 AI 目前已经应用第30多种的无人载具顶悬。这届测试的重点是使用 AI 进行无人船群的整合合作。AI 队长船只发现青云船，会自动分配任务给其他友船，互相协调行动。规个过程完全无需要人力控制，人员只需要分析无人船送回来资料，然后状况再去调整指令。我们当然是非常看好这个无人快艇这个领域，因为台湾四面环海，那为了台湾的这个整个安全的考量，当然我们非常期待这个国家相关的预算跟这个政策嘛，我觉得政策最重要，再来因为政策会决定这整个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跟数量，以及这个民间。对这个国防产业的认同。虽然规个测试过程算顺利，不过瑞虎科技董事长陈冠如表示，嘛是爱预算有够，才有法度提升防卫能力。毕竟各项产业发展的技术和速度，拢是全民所仰望的。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去年底，高雄使用 AI 影像辨识过滤机制，针对科技执法的路口，民众拿出两只过滤救护车经过造成违规，系统的生态过警方搁再确认，若准是让救护车就袂开罚单。目前已经运用到规个高雄的科技执法路段，排除2800多件违规案件，降低申诉啊。红灯倒起来，这只拖车煞继续向前行。原是后壁有一台救护车准备要通过，高雄市使用 AI 影像辨识过滤机制，伫科技执法的路口让救护车，警方会主动提条罚单，让民众免搁去申诉。持续建制扩张至115年7月，全市107处科技执法设备已全面导入。全高雄107个科技执法的路口，拢已经使用相关案件消掉2816件。嘛是有人惊罚款无想要让。实在的，你如果说要去申诉，有些人可能不太愿意，他会觉得给他造成麻烦。政府就爱有这条条例，讲你若算这个情形，这条钱袂使讲算人违规啊。我讲二大病院的这个路口，最近有民众看到救护车发警告声要通过，拄着红灯，头前两只车拢袂叮当。它2个车道刚好2台休旅车停在那里，然后就很慢，然后感觉就是犹豫不决，到底要不要前进。AI 辨识设备会当降低民众的申诉。地方的民意代表呼吁讲，应该装伫全市重要的路口。不过警方表示讲，传统固定式的切角设备是雷射画面感应，和目前科技执法设备运用 AI 影像辨识的侦测功能无同，无法度判断让救护车驾驶的状况。目前也无法度运用到传统固定式的切角设备。记者综合报道。休热期间，真侪人去到日本的九州观光。就目前所了解的，台湾的观光团伫日本是拢真平安。业者也讲呢，这行程会继续照路线小可调整。那这新本机场国际线昨暗已经开放了，中昼开始已经有旅客登来到台湾。爆炸的时候，讲到地动了后，商场倒火的时阵，旅客也是真惊吓。不少人因为地动了后，第一时间机场关起来，飞机机全取消，无法度登来台湾，赶紧找旅馆。一直到半暝，看到福冈有增加班机，想要去福冈坐飞机，煞无车通坐过。自己要想办法到福冈去，对，可是没有办法到福冈，所以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我们昨天很困难，拖着行李就是就地找了5、6间饭店，然后都跟我们说客满。外面的扛棒那一些招牌，都掉下来了，然后天花板也掉了。然后很多警察跟救护车在那里。地动的时阵，有旅客登咧公车顶，喊甲真厉害。市区的警报声直弹，加载人拢平安。新本机场2重新启动了后，约100大量的旅客。旅游业者估计，取消的航班差不多2天内会当消化了。我现在在熊本的上通商店，结果整条街能够有开的店家也不多。
观光署掌握到目前伫咧九州的台湾旅游团拢平安。旅游业者指出，后续出团未受到影响，不过景点甲路线可能会调整。部分的一些桥梁或者一些部分的道路，可能有一些受损或检查，必须要去找其他的替代路线，那也许会去影响到整个交通的时间。大只地伫咧新本一抢，生产线差不多200外个基台。地动了后，经过校正检验，才会当去复工。估计这个地动造成差不多4万地12寸种盐损失，客户包括车用的、甲工业用的等等。虽然会当透过保险理赔，不过后续要是要关注对利润的影响。因为半导体厂影响会比较大，像它有那个石英炉管哦，那个有时候很容易被震破，那个应该都很小，因为一般的工厂地震除非房屋毁坏。经济部嘛发声明，讲其他的台厂，包括研华、台达电、优困、东家机车等等，拢有通报人员平安，厂区的营运暂时无影响。另外，半导体制停的消磨品之一，石英路港的供应商中越，嘛讲目前石英路港的情形无问题。针对这个新本地动，消防署搜救队已经提名，日本也有提出协助的需求，台湾搜救队会当伫咧4点钟来出发。记者综合报道。无论是火灾或者是灾害现场，救灾人员拢爱采样分析有毒的气体。环境部拜三提出新的灾害应变措施，也发布无人机科技采样，未来有毒气体辨识的时间对1点钟缩短到10分钟。另外，也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希望协助地方政府规划灾后废弃物的处理方式。飞行到现场之后，他会把现场里面的采样的出来。毒气采样器的研发人员说明无人机安怎飞到灾害现场采样，分析有毒的气体。过去拄到工厂火灾、锂电池导火甲极端气候造成的灾害愈来愈多，救灾人员嘛常常爱到现场采样，判断有害物质的种类。环境部拜三公布新的灾害应变措施，希望利用科技掌握灾情，来改变过去敢会当灾后清理甲应变，变做为源头预防甲科技应变。灾变现场的这一些的实际的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些有害的成分？这些它目前的浓度是怎样？那以及适当的一个救灾的方式是如何？那很重要的是提供给我们现场的指挥官。环境部表示，未来面对化学灾害，会当利用无人机甲毒气分析的设备，到现场采样辨识有害物质，分析时间会当为1点钟缩短到10分钟。环境部嘛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甲灾害废弃物暂时条防灾安全指引，希望协助地方政府伫灾后快速分类处理废弃物。包括我们事前呢就准备好第一战场跟第二战场，第二个是我们运作救灾中的管理，进入战场的垃圾我们做分类的处理，以防垃圾场有灾害的发生。第三个。我们进入到战场之后，我们做后续的资源循环。环境部表示，目前无人机采用新设备要咧试验的阶段，实际要安怎落实甲应用嘛要咧研究。不过目前有针对环境事故专业技术小组咧做教育训练，希望未来会当加新技术用伫第一线。记者郭金勇志讲台北报道。为了要掌握这花莲万里溪崩山潭的水位，林保署花莲分署委托生态涵空警队伫遐放这测换式的水位度针。另外呢，这马太安溪爆化工程也搁伫咧做当中。政府贵人神经特别去视察，也关心这2000万吨土沙要安怎再利用。空勤直升机甲工作人员豆豆水降到崩山湖，队员除了爱收起岸边放放水位的机器，还该回收已经过用的头一粒水位的机器，在真无稳定的山壁甲崩山湖之间完成任务。那我们增加了2个测岸式水位计它其实是透过另外一个海事卫星的方式来接收，所以3个水位计的一个搭配，能够更精确的测量这个水位的资讯。万里溪崩山湖虽然持续稳定溢流，不过水路内底也是维持红色的警戒。结果今仔日早起，所有民众家己走入去，哪像咧撩溪，互公所甲消防单位头壳摸咧烧。河道维持警戒，你们为什么在下面？来看看是哪个单位？是学术单位还是民众？民众，你们这样下去危险啦，会被开罚呢。他们是违反了警戒红色警戒的状态，那我们派警察去取缔他们。另外，八达案溪的灾害已经要1年，疏浚甲补花要继续伫咧做。目前清出来土沙已经有甲2000多万吨，放伫咧八达案溪北边的水田，时到会摕来做第2个补花，嘛会甲地势较低的所在屯河较悬的。现在我的前面是第1道防线，那这条是黄色的是第2道防线。
那将来这边的所有的农田，也就是这一块的农田，将来最后会征收，疏浚出来的土石就要铺在这个上面。那这个土地的问题正在做协调。因为八达岸溪水头还有2亿外立方公尺的土坝，要是有可能会去水强落来，水利署刚来当一直疏浚，嘛想办法甲刷走。那目前去化的量每天原则上大概有8000到1万吨左右就是供我们县内的一个建筑使用的一个需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东沙北运的这一块政委贵人成强调讲，八达岸溪北边的补化完工了后，会甲万里溪补化相接。不过土地征收也是有包括原住民保留地、祖国有地等等的问题要来解决。另外有民代反映讲，蹲伫八达岸溪北边水产的土沙，常常会有营业，嘛已经要求施工的单位加强抓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寮6月发生一桩交通事故，有2只无白的狗仔撞去车路，却去弄到一台骑经过奥多拜，还小载2个人跋倒。附近也讲呢，附近居民讲，这狗仔入来已经不是头一届咯。警方和动保处也拢表示，这狗仔无连起来，主人有过失会依法开罚单。民众经过一间人家厝，就看到2只无白色的狗仔冲出来，疑似要共虐。这时，一个骑奥多拜技师在伊的查某孙仔拄好经过，弄到狗仔了后，摔伫涂骹。狗仔敢若向走出来要虐对面的人的款啦，阮狗仔都袂赴就弄到啊，只长30啊，只离去啊，倒边拢伤啊。面的空喙又搁大又搁深，骹嘛有真侪刺伤，互摔车的技师心还阁会惊。代志就伫咧6月初3，高雄大寮永丰路发生的。在地居民就表示，这狗仔冲出来虐人共吠，已经毋是头一摆啊。1月阁有时大，带骑3轮车囡仔经过，嘛互雄走出来狗仔吓惊着。足济啊，讲伊拢无要虐，就安尼。迄伊的狗啊，我若本身甲讲过2-3遍，伊拢无要听，虐到拢安尼啊，去跋倒啊。狗仔是为一家社区关怀中心走出来的，居民就讲，这个狗仔是关怀中心饲的，不过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好认，而且拒绝访问，敢若讲狗仔是正前关怀中心的时代带来的。饲养犬只务必善尽管理责任，切勿放养，外出务必系绳牵紧，违者依《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4条规定，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无论主人是啥，出去外口无白锁啊，毋若违反道交条例，造成车祸，阁有肇事责任。同款接到通报的动保处嘛表示，主人甲狗仔放咧，互伊乱扫，嘛违反高雄市动保驻地条例，已经罚3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有一个设立饲养的业者，伊无特别登记，却摕云龙特别场健康声明书，甲一只死去的羊仔再去屠宰场要抬，却验出讲这羊仔有第2型超标，致使加纳羊龄甲适当的羊龄以风险落价，还佫销毁。查到到底一个设立的业者是冒用健康声明，即马加纳羊龄也要甲伊讨赔偿。云林一个姓李的饲主冒用宜伦乡云龙特别场健康声明书，7月初将南产的羊仔母送到云林县肉品市场抬的时，互人验出肉品第2型超标。加载肉品也未流入市面，不过云龙特别场是加纳羊龄来源之一，所以预防落价适当的羊龄，嘛造成特定率营业业损失达到1成以上。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启动那个球场的动作。因为这个对我们嘉南羊乳整个损失是造成非常大，而且我们的所有的经销也都希望是说要启动这个球场。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针对云龙特别场甲姓李的饲主采样检验，200报告出来，云龙特别场的羊龄、饲料甲草料拢符合标准。不过姓李的饲主的草料第2型含量高过后面的已经达。后续的各例清草料采集的地点，姓李的饲主是透过农业处表示会负责。理性事主的部分那他会坦然的面对这样子的相关后续结果那也会务实的来面对法律责任那有关带药新草料超标的部分他也表示愿意会积极的来配合政府单位来追溯相关的来源。
农业处表示，胜利的饲主草料第二锌含量0.353ppk， 小可关过后面针对菜设定的0.3ppk 的标准，不过因为国内也未定标准，官府甲中央会合作理清草料收集的地点。不过胜利的饲主已经将村的8只羊仔拢杀死，嘛强调这是孤一个个案，并无受污染的羊肉进入市场，请消费者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有超过30位的机关，无分党派做伙来联署成立南英族语福祉连线，要甲台南成做台湾的台语首都，也要甲台语来推动成做台南市的通行语，希望透过这官方的行政系统、学校教育等4大方面来推送。台南市世界的台语中心。大声发出口号，展现决心，要给台南成做台湾的台语首都。台南市议会日到下晡，有超过30位议员来联署，除了成立南京族语福祉连线以外，也甲国立成功大学台湾系以及台湾官方语言制定会议来宣示，要透过公部门行政系统、学校教育、生活空间甲文化经济生态系，全面来发展台语，实现语言平权，也给台南成做世界的台语中心。会使为家庭的这个母语，一直到学校，一直到社区，甲咱这个官方的这个系统来成做一个系列的一个连线。咱议员伫咧议会咧质询的时阵，拢会使尽量来用台语啦。咱会使互台语慢慢啊，唔通讲敢若就是伫咧一寡较正式的场合，拢无用台语，拢一定爱用国语。学校老师无讲台语。长辈是大人都唔敢甲囡仔讲台语，因即摆若知影讲，咱台南学校老师用台语咧带囡仔咧教册，伫厝内底，佮甲囡仔讲台语。对公部门开始带头讲台语，推出沉浸式的台语教育，甚至甲路牌地号名拢用台语来做，打造全面的台语环境。这项台语首都计划拄起鼓，要行的路也真长，不离个唔那台南市民真期待，就连日本人也真认同。我们是只有在网络上学习而已，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是没有学的机会，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可以一起活动的话，我们的台湾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的。因为囡仔大汉以后，即马大家拢讲华语嘛，所以囡仔就开始互伊接触有这个环境是真重要。但内官表示，台南市6岁以上的人口有95万人讲台语，不过12岁以下平时有讲台语的囡仔数敢若7%外，主要的原因就是无一个讲台语的环境。伫咧记者会顶端，台南市长黄伟天嘛答应会全力配合，互台南成做台语首都。记者李新武、柯家祖、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